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访问台湾，今日演讲时表示，日本甲美国这寡边国要有为着保卫台湾战争的觉悟。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去年出口去日本的化妆品和代票170亿，是比攻占日本市场30年的法国品牌更较多。英国《Times》报道，中国甲罗西亚的联合舰队，顶礼拜是挖进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的海域，美国是随出动军机军舰反制。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捌拍过经典的恐怖片《大法师》的好莱坞导演威廉·佛瑞金过身，也到87岁。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中国海客2020年攻入日本的机密网站，这款事件是让美国真烦恼，讲家己的机密卖上高，所以讲美日情报共享机制会受到影响。日本的前首相嘛是这阵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来访问台湾。今日的演讲是呼吁日本要带头展现愿意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的态度。各位访团的贵宾，大家父亲节快乐！拄好拄着台湾的88节，副总统赖清德伫总统府内办桌来款待，请前日本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访团。因为那边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挂问题访日本的时阵，拢有拜会麻生。这摆伊来台湾，互看作是想要了解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我可以在此承诺，未来我将会在蔡英文总统相同的路线上面，持续壮大台湾，并且跟日本、美国民主国家共同守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麻生太郎嘛直接讲，真关心台湾2024的总统大选，因为台海的局势即马真紧张。目前有2万外的日本人伫台湾生活，希望会当了解各党的参选人伫台湾有代志的時陣，敢有自我防衛決心。総統候補の民進黨の候補者である赖候補にも今日昼食をご一緒させていただき。台湾に対する決意のほども伺わせていただき、我々どもとしては極めて安心をいただいたところでもあります。麻生嘛因日本有名的艋舺海賊王，甲台湾日本的关系比作是患难見真情，希望雙方的感情會當繼續發展和加溫。另外，喺凱達格蘭論壇頂懸，麻生是提出日本、台灣、美國要做伙發揮強大的協助力，日本來承擔為了維護台海安全，可能用武力防衛台灣的態度。戦う覚悟です。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麻生讲，日本已經有真濟項國防改革，包括整合陸海空軍，提升自衛隊的應對能力。不過麻生嘛強調講，台海的和平穩定是國際共識，這個區域內面無應該發生戰爭。記者綜合報道。台積電今日開講述會，確定要去德國設廠，會甲其他3間公司共同投資。明年開始起，2027年開始生產。德國政府賣補助代票1700億。台積電最近幾年，這個喺海外布局，根據德國商報指出，台積電董事會下伫冊要開會，確定喺德國、德勒斯登設廠。那德國政府會提供代表1744億建廠補助。吸納未來在當地呢，這些車用半導體它的這個訂單，那同時間當然也對於當地能夠呢形成相當的一個半導體的聚落。德國的政府也確定呢將會補貼這個將近有50%這樣的一個水準。那我想，這個對於台積電在這次赴德國來設廠，那未來在整體的一個成本上也能夠獲得一個管控。觀察台積電海外布局策略，德國廠有計生產28奈米，2027年量產，希望得到50億歐元，超過1700億台票。那美國亞利桑那廠有主攻4奈米等先進製程，頂日發出會宣布延1年，有計2025年量產，2個廠補助金額大約150億美金。那日本上本廠以成熟製程為主，日本針對台積電上尾1廠補助設廠金額的一半，2廠團出補助2/3資金。也毋過台積電若到德國設廠，除了面臨欠勞工，當地工會也比美國較歹，甲帶着集團文化差別可見。BenQ 當年啊併購西門子，就是拿中西
那个两边文化难以融合，虽然面临缺工的问题啊，台湾也一样。但我觉得德国呢，至少它人才的严重性应该不会像美国那么严重。专家认为，按照以往经验，德国国会甲美国国会比，应该会全力支持台积电设厂，袂像美国国会提出另外附加条件。不过台积电无论伫倒一个国家，想要复制台湾的成功经验，看起来拢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暖化害美国阿拉斯加一笪冰川大坝放弃。这烟花是有徛假树林，拢去互大水冲去。当地以上冰川为做旅游业，嘛受到冲击。地基互大水一直冲入，两岸边的厝规拢倒来。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发生破纪录的大水，不过唔是因为当地落大雨，是因为冰川大坝规个放弃，互山顶的水流来。伫门登霍尔冰川强烈的水流冲入了，当地至少2栋厝被损害，烟花的树仔规排拢挡袂了大水规个倒来。其实偌久之前，这是一个观光景点，有上千上万的游客，拢会坐游轮到这接个换巴士或者是缆车，要亲目睭看这美丽的冰川。The views are spectacular and unbeatable, and they're everywhere. 不过，想要看到完整的冰川，恐怕是愈来愈困难。因为根据阿拉斯加大学的研究指出，门登霍尔冰川伫咧2007到2022年之间，已经退缩8卡球场的面积。专家担心，到2050年时阵，游客中心这个所在将无法度再看到冰川。Not just for us, but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really, coming to see it. And I think most of that is the glacier. So, yeah, when that's gone, I don't know, that'd be quite the same draw for them. 水文专家警告讲，过去从来捌看过这么大量的水对冰川大坝内面流出来，恐怕是因为全世界暖化情形影响冰川系统的整体机制。These outburst floods or these glacial dam lakes. That is from a receding and shrinking glacier systems that have these side basins can not filled up with ice anymore, but they can be filled up with water. But these individual events from year to year is really a mechanism of how cold it was that winter, how much snow fell, how much precipitation, but also just the glacial dynamics. 门登霍尔冰川每年拢会吸引几60万的游客来遮，不过伫咧全球暖化，冰川继续消退，最美丽风景以后恐怕看袂到咯。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气候反常，除了冰川涌起，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总是变大雨，害一台火车败马，有3个人受伤。也若是南欧的西班牙，是温度还继续咧升悬，恐惊讲一个无注意，就又会发生火烧线。这个有40车厢的火车，伫咧经过瑞典东部乌迪克斯瓦尔一个路段的时阵，突然间败马冰车。这个所在因为气压系统hạn斯带来大雨一直冲入，和铁基路的地基松去，车顶100多位乘客有几多个人受伤送病去。大风加雷公雨造成当地停电。波罗的海加北海几大渡船，也个部分的空中运输拢停来，挪威暂停部分的铁路服务，几多场卡球赛也延期。瑞典加挪威气象专家发布相关顶级的红色警戒，未来1礼拜有几多天会受到影响。一寡所在伫咧刷落来24点钟久内落的雨量，将会是以前1个月甚至是1个月以上的量。挪威可能会拄到25年来瑞典是半个世纪以来上严重的大水。伫边仔的丹麦也出现强降雨，芬兰气象专家讲，这礼拜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雷公雨。因为西班牙已经开始1礼拜热天气，这是今年第3波。气象专家讲，这边会更加猛，范围更加宽，空气热更大数，和水库蒸发的速度变紧。这个地水库调水量存42.2帕。Una masa de aire de origen norteafricano muy cálida y muy seca, y esto va a impulsar las temperaturas más hacia arriba. Es un episodio que afectará, como digo, a la mayor parte de la península ibérica, y las temperaturas van a ser extremadamente altas, podrán superar los 44, incluso 45 grados. Hay que estar muy pendientes del riesgo de incendios forestales. Vamos a... 伫咧葡萄牙900多位消防员，一共16台消防直升机，一个伫咧应付顶礼拜六发生，分别伫咧首都里斯本南边甲北边的2场野火。当局已经宣布，野火对全国120几个城市造成正大风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柬埔寨掌权要40年的首相洪森宣布落任，无意外的由伊后生洪马内接任。这个洪森落任了后是无退出政坛，是改做参议院的议长。伊佮讲，若是政局发生变化，伊就会随时转去做首相。对首相洪森的手头，甲柬埔寨人民党的党旗接落来，这是翁妈队伫顶个月23大选进前，和老爸做伙造势的场景，用强硬手法在统治柬埔寨38党的洪森，大选赢了后，就宣布讲要交予大汉后生翁妈队做首相，这是嘛得到柬埔寨国王的批准，那日前通过国会信任投票，就正式接班。今年45岁，翁妈雷是对西点军校毕业的，而且有去英国、美国留学，摕到经济学博士的学位。目前是柬埔寨人民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而且做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这摆大选是当选国会议员。翁妈雷虽然是有去外国留学，但是真少发表治理国家的看法。外界对独裁政权老爸团后生嘛有真侪疑虑。កុំតែឯងចង់និយាយថាបន្តវេនបន្តពូជបន្តពងនៅក្នុងរដ្ឋធម្មនុញ្ញអត់បានហាមឃាត់សិទ្ធិរបស់កូនខ្ញុំមិនឲ្យកាន់តំណែងជានាយករដ្ឋមន្ត្រីទេ 洪森就算是对上悬的职位落来了后，同款是打算要保留影响力，除了继续做人民党的主席，也伫明年初出任参议院的议长，而且伫国王出国期间代理做国家的元首。71岁的洪森强调讲，伊的个人政治生涯未到出去嘛是还未结束，伊会继续插政治到至少2033年。伊佫讲，假使未来政局发生任何意外，伊会随转来做总理。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英国伦敦东区的红砖仔巷是有真侪艺术家伫遐咧创作，不过顶礼拜煞是有中国的留学生伫遐写中国社会主义的标语。这几天就有真侪人去斗画图，反对的人是画图家家，赞成的人就继续写。有人认为讲这是政治宣传无应该，不过无人认为讲安尼就有言论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12个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标语出现伫伦敦东区以画壁艺术出名的红砖巷，互经过华人有一粒转去中国感觉。Well, I think they're stupid. Why? Well, because this is not. They are not presenting arts. It's simple. It's not aesthetic. It's just it paints some printed words. Yeah, and there's propaganda.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一名叫做王汉中的留学生，将相片放入 Instagram 的一册艺术了后，讲这是伊甲东盘共同创作的，想要看卖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会当互红砖巷迄个早互符合化甲商业化的自由，带来什么款的无共甲冲击？ 参安怎的商业打卡方式，2天落来，壁顶的12个中文标语，和各种中英文的反中、反习近平的文字，甲图像嵌过。原创作者事后伫 IG 发表声明，讲家己甲团队遭到网络霸凌、死亡的威胁。有年岁父母告知封藏伫网络，遭遇电话骚扰。当地区议会初次决定，将引起争议的画图壁全部清除。 发生社顶媒体初次前往现场采访时，几位华裔艺术家当咧插壁。 Well, yesterday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rrived and they were responding to it with counter graffiti, and that's exactly what it should be. It became a literal conversation on the walls of people responding. I think it did get covered up too quickl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年2月，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是夺走5万外条人命。迄当阵是有一个红婴仔伫咧土角内底出事，妈妈煞不幸过身。这个红婴仔即阵是去互因阿姑收养，真得人疼。 6个月大的阿弗拉伫东桥顶海来海去，生活真痛乐。虽然亲生父母已经无伫个，也毋过高中阿哥将伊当作亲生。阿弗拉世界充满爱。 أنا هاي البنت هاي بنتي يعني مثلي مثل أولادي وأنا ما بتاجر بها. مساعدات ما أجتني نهائيا، أشخاص يعني كأشخاص مساعدات دابة حق حفوظات، حق حليب لإلها إيه. أما إنه هالمبالغ اللي إجتني وهاي شيء
بتحدى أي واحد وأنا مستعد بواجهه إذا أعطاني أو شيء أو جاب لي. 阿弗拉是伫今年2月初啦土司大地当中，伫叙利亚北部城镇金德里斯救出来的婴仔。虽然伊的亲生爸母甲4个兄弟姊妹不幸死亡，也毋过伊伫出下石头堆中活1点钟了后，互救出来。各财团也甲母亲联合会故事受到全球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真侪人表示愿意收养。伫 DNA 鉴定之下，确定阿弗拉甲阿哥的血缘关系。مو معتبرين يعني أكيد هي واحدة من أولادي يعني وولدي مكيفين عليهم كثير يعني والحمد لله هي ضحوكة يعني أي واحد يجي تضحك بوجهه. 沙瓦提目前日时拢会点提西来讲句，也毋过暗时规家伙会到外口的博房区过暝，因为因的囡仔也处伫地动的创伤中。沙瓦提表示，等伊大汉会将伊安怎获救、亲生爸母、兄弟姊妹安怎罹难的生命故事讲互伊听。土司大地动造成5万多人死亡。阿弗拉当初互救起来送日本，伊户名阿雅，意思是真主的神迹。了后才做阿哥厝内的一份子，就该用已经过身亲生母亲的名。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印度7月中升空的月船3号太空船是顺利进入月球的轨道，预计伫8月23就会登陆月球南极。也若是洛西亚嘛按算要探索月球南极这搭，这礼拜5就有一只太空船要升空，有可能是要抢伫印度进行登陆。5, 4, 3, 2, 1, 0。这是2023年7月中旬，月船3号升空进行，在地球2礼拜过了后，伫7月底脱离地球轨道，转向月球。佮伫8月初5顺利进入月球轨道。那太空船也伫射月球的同时，翕到一连串的月球表面影像。镜头倒边是太空船的太阳能板，较远的月球表面大大细细青石坑，看真清楚。接落来，月船3号渐渐会跨进月球，其中射轨道的部分会保持伫离月球表面100公里左右的高度进行观测。那电话探测器预计8月23登陆月球的南极，伫几千公里远的罗西亚远东地区跨进乌龙港的东方太空发射场，会伫8月11，也就是这礼拜5，以联合号2.1B 型载运火箭炸着月球25号太空船升空，目标也是月球南极。На борту будет установлены 8 камер,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транслировать все этапы перелета, посадки, а также съемку панорам с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Луна-25 будет непреры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в течение 1 года. Приоритетные задачи аппарата – изучение лунного реголита, полевой и газов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а также экзосферы Луны. 根据预定的时间表，月球25号升空了后，以5日的时间进入月球轨道，在5至7日了后降落。目标地点是挖进月球南极的博古斯瓦夫斯基青石坑。那一切顺利，月球25降落时间会是8月21到23，也就是甲印度月船3号同一日，甚至抢先登陆。公司新闻请家真编译。那讲到篮球，就想到美国的 NBA。不过，即阵伫咧中国的贵州一个穿的 BA 篮球联赛嘛，真受关注。而且因比赛奖品真特殊，拢是山产，亲像是烘猪肉、烘羊肉等等。虽然因是伫咧偏乡比赛，不过因为网络斗宣传，是声9万人专工去看，甚至佫有 NBA 球星嘛走去看比赛。无职业的应援队，但是有苗族的妇女在唱歌。简单的河岸篮球场，球员甚至都大好个在比赛。中国贵州苗族自治区的村 BA 冠军赛要开始拍的时阵，现场是坐满满。其实我们不怎么看得懂，但是很喜欢他们。就不管是谁进球了，我们都会说加油加油，就是这样的。很喜欢这种氛围。这个项叫做是村 BA 的美丽庄卡篮球联赛，办的地点是伫大江县一个正偏僻的农村大半乡。本来只是村民家己咧办的农村活动，已经办足侪年啊。但是这2年因为村 BA 的比赛相关的影片伫网络顶悬真侪人看，受欢迎的程度已经超过传出拍假球的中国拿协 CBA， 连美国进拿 NBA 热火队的球星巴特勒顶个月嘛特别来这看。这个村 BA 的水平来说，跟 CBA、NBA 这些同样的来说，都是一种竞技体育的精神吧。根据官方的讲法，15天的村 BA 活动，逐天拢成9万人到场来看。这月30日决赛，除了现场有2万的观众，线顶看比赛的总人数阁破亿。摕到村村组冠军的凯东村队，嘛摕到真有庄仔味的奖品烘乌毛猪。第2名会当摕到烘羊仔，第3名嘛会当摕到烘凤山鸡。最后不是落后吗？
感觉特别揪心，就以为就要输了，最后还没想到他们又能推一个2+1，然后把比分追平。冠军是我们的，哥们儿。然后非常感谢队友。村比赛的成功，替这个人口达3000多人的增加，是招来有够侪观光客和行李。主办单位讲，去年7月到打，大江关拢总是接待200多万人次的游客，旅游的收入有人民币23亿，合台票是101亿，真哩多。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感谢你收看，我是苏眉，再会。